你係咪肚餓、嬲、寂寞、攰？歡迎收聽我在 HALT。今集我想講一啲好微細，但會改變一生睇法嘅時刻 aha moment。心理學入面 aha moment 或者講緊就係你喺解決內在困擾、處理情緒或者認識自己嘅過程中，某一刻突然將點連成線，而個人認知出現轉化。可能你會突然發現，原來唔係我唔夠努力，而係我一直以為我要完美先值得被愛。又或者我一直壓抑情緒，唔係因為我堅強，而係我唔覺得自己講出嚟會被聽。呢啲他一聲嘅 aha moment 時刻，未必改變晒你人生，但會改變你望自己嘅角度。而一旦角度變咗，你慢慢就會對自己溫柔啲、寬容啲。頓悟其實係療癒開始嘅一刻。乜嘢係 aha moment？ 點解會突然醒？所謂 aha moment 又叫 insight learning， 指嘅係人喺解決問題、處理情緒或理解自我時，突然出現一種我明啦嘅領悟感。心理學家認為呢種頓悟出現通常有3個特徵：一、突然性，你諗極都唔通嘅嘢喺某一刻無預警咁通咗；二、清晰感，你唔止明咗，仲覺得點解我之前會睇唔通；三、內在轉變，唔係頭腦知，而係你嘅信念或感受被動搖咗。最早研究 insight learning 嘅其中一位心理學家係德國心理學家 Wolfgang Kiechler， 佢喺1920年代做過一個好出名嘅實驗，放一隻黑猩猩喺籠入面，外面吊住一隻香蕉，但太高佢攞唔到，地上有幾個木箱。起初黑猩猩好迷茫，跳唔到，攞唔到，但過咗一段時間，佢突然停低諗一陣，然後開始搬木箱搭高，成功攞到香蕉。Kiechler 發現佢唔係試極都唔得，而係突然間明白咗個空間結構，知道點樣解決問題。呢就係 insight learning 嘅一個經典例子。頓悟時刻可以被培養。aha moment 唔係專屬心理治療入面先有，係你每日生活中都可以自己慢慢培養出嚟嘅。好多人以為 aha moment 一定要喺治療室先出現，但我想話俾你聽，其實你每日都可以創造你自己嘅 aha moment。一個好簡單但有用嘅方法就係寫情緒日記。你可以每日簡單寫低3樣嘢。今日有冇一刻你特別唔開心、焦慮？當時發生咗咩事？你身體有咩反應？你心入面講緊啲咩說話俾自己聽？你唔需要即刻明白，但只要你肯寫，過咗一排你會發現，我原來每次焦慮都係上 Zoom 開會前，我原來喺某個人面前特別唔敢講嘢，我成日懷疑自己，其實係因為細個成日俾人話我麻煩。呢啲就係你屬於你自己嘅 insight。開始寫就等於你開始建立你嘅心理地圖，你知道邊度係雷區，你先會知道點樣保護自己。寫日記唔止係情緒釋放，更係自我理解工具及人際練習。寫日記其實係一種 wellness tool， 即係你日日可以用嚟照顧自己心理健康嘅方法。心理學研究指出，定期書寫情緒與經驗對焦慮、創傷復原甚至免疫系統都有正面幫助。因為當你寫，你就由情緒嘅受困者變成自己故事嘅觀察者。人際練習方面，好多時我哋話我唔識表達自己，我怕講咗人唔明。但當你每日寫日記，其實你就係練習用清楚、誠實、唔批判自己嘅語氣去講出感受。而當你越懂得講自己，你就越有能力建立真實、互相尊重嘅連結。所以寫日記唔單止係內在覺察，亦都係你對外連結之前嘅暖身。我的頓悟時刻來自一隻小鸚鵡。講到 aha moment， 我想分享一個例子。我養 Tweety 其實係借咗隻二手玄鳳鸚鵡，佢前主人唔要佢，原因就係佢太嘈，所以先叫 Tweety。聽落好似搞笑，但背後其實係嫌棄嫌你嘈，嫌你煩。Tweety 嚟到我屋企之後，我一離開佢就叫到沙聲都仲叫。起初我覺得佢好 clingy， 但慢慢我睇出佢只係驚再一次被遺棄。佢喺努力講，我喺度，請唔好唔要我。佢想證明自己存在係值得嘅，唔想再做一隻唔安靜所以被放棄嘅鳥。然後我突然醒咗，我從來冇覺得 Tweety 嘈，我只係覺得佢努力活着好可愛，好值得被愛。咁我問翻自己，點解我對自己唔可以都咁諗？原來我一直都活喺一種信念入面，我要外向主動，要對人好，要有生產力，要幫到人先值得被愛。但 Tweety 教我存在本身就值得被愛。頓悟唔一定係大場面，有時只係一個細細聲嘅提醒，有時可能嚟自一本書、朋友講嘅一句說話，又或者一隻鸚鵡。你今日願唔願意俾自己一個空間，寫低你嘅情緒？你會唔會試下望住鏡入邊嘅自己，講一句我未必完美，但我存在就值得被理解。多謝你收聽我在 HALT。
下集見。如果仲有下集嘅話，